小鸭子藏这里，那小螃蟹就藏这里。你们别玩了，快出来，快出来！哎呀，小象，我们玩的好好的，你捣什么乱呢？你们都玩错了，这个呀不是玩捉迷藏用的，这是一个冲浪洗碗机玩具，它是需要组装的，组装好啊，比捉迷藏好玩多了。那现在我们就把它组装上吧。冲浪洗碗机组装好了，我们一起玩吧。好啊。现在里面加入水，里面有多种玩法，小鸭子要来玩滑滑梯喽。呜，还可以玩钓鱼，还可以玩跳水，玩快艇，给小象浇水，还可以替换水龙头、秒变洗碗机，刷盘子、刷碗，水都是循环利用的，不用担心浪费。这个玩具啊，太适合爱玩水的小朋友了，喜欢的赶快安排吧。